1930年代，也就是日本时代，台湾出现咱国内头一位的女观音林时好，伊也是台剧经典老歌《一个红蛋》的原唱之一。来自台南的嘉西镇舞蹈剧团呢，剧场呢就用这林时好和伊的翁婿路边等的故事来创作舞台剧，希望带观众了解这林时好是安怎为台湾的流行音乐打拼，为社会来改革。 这条离别诗是日本时代反殖民革命青年路边町写给看守林时好的歌。最后，路边町因为遇到汉庆病夫妻全的分开。为什么代志会变做安尼？ 嘉西镇舞蹈剧场以林时好的故事改编做舞台剧，伊也是台湾第一位女高音。剧团希望带民众了解林时好是安怎为台湾流行音乐打拼，为社会改革付出。技术总监分享讲，家己嘛是为着这出戏收集文献，才发现家己对民族舞的兴趣和启蒙，嘛甲林时好的歌舞团有正深的缘分。艺下歌舞团是我从细汉，从细汉我就。 每一本来台南演出，我就去看，然后即个演着因的，我足欢喜的。有诚侪迄个伊咧唱歌的时阵演唱会的迄个相片，伊个舞台拢足霸气的，然后个延伸转化成舞蹈化。舞台剧嘛邀请到剧团受众者黄树豪来参与演出，为着要让观众会当听到林时好日本时代惯的剧团，嘛搬出剧台现场放给观众听。黄树豪表示，林时好的声乐唱法，伫迄个年代来讲真罕见，嘛是真有艺术性的表现。希望 台湾的音乐唔是迄种 local 呢，是爱走向世界，所以爱用世界有艺术的迄种高音的唱法，来带伊销解予全世界。这出舞台剧《天光前林时好的离别诗》，初时初五伫台北演出，嘉西镇用歌声和舞蹈再现林时好这位传奇女高音，希望把历史变作有血有肉的艺术演出，呈现给观众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